四旬期第2周星期四，恭讀耶肋米亞先知書。上主這樣說：凡信賴世人，以血肉的人為自己的臂膊，決心遠離上主的人，是可咒罵的。他必像一株在曠野中的青柳，即使幸福來到，一點也不覺察，只住在曠野光燥處，滿含鹽質無人居住之地。凡信賴上主，以上主作依靠的人，是可祝福的。他必像一株栽在水邊的樹木，生根河畔，不怕炎熱的侵襲，枝葉茂盛，不受旱年，不斷結實。人心最狡猾欺詐，已不可救藥，誰能透析？我上主究察人心，考驗肺腑，依照各人的行徑和作為的結果，給人報酬。上主的話。今日嘅聖經話俾我哋聽呢，上主佢話，凡係信賴世人，以血肉嘅人為自己嘅臂膊，決心遠離上主嘅人呢，係可咒罵。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如果我哋今日以其他外邊世人嘅價值同佢生活嘅方式嚟到生活嘅時候呢，我哋必然呢就會遠離上主，因為呢個世界世俗世界嘅人嘅價值，佢唔同我哋信仰嘅價值。如果當我哋跟咗佢哋嘅時候呢，我哋好自然呢就會離開上主呢，越嚟越遠。而呢個呢係會遭受到上主嘅咒罵。但係相反啊，今日聖經話，如果我哋相反嘅，我哋注意到天主對我哋各樣嘅恩寵嘅話呢，我哋咧就好唔同啦。因為聖經話，凡係信賴上主，以上主作依靠嘅人呢，係可祝福嘅。呢班嘅人會係點樣呢？好似一株栽喺水邊嘅樹木，能夠生根河畔，不怕炎熱，枝葉又茂盛，不受旱年，不斷嘅結實。呢個係咪一個好美麗嘅圖畫呢？聖經常常都表達到，當我哋願意信賴上主，我哋依靠佢呢，我哋嘅生命就蒙受祝福。如果我俾大家去評估下自己，你覺得你現在嘅生活係一個蒙祝福嘅生活啦，定係蒙一種咒罵嘅一種咁樣嘅生活呢？天主愛我哋每一個，我相信今日只要我哋係基督徒呢，天主唔會放棄我哋。縱然有時我哋會離棄咗天主，但係天主呢會不斷嘅去努力嘅去吸引我哋，讓我哋翻返去佢嘅面前做佢嘅兒女。嗰個異象喺今日嘅聖經裏邊就係講到一株嘅樹栽喺水邊，我哋可以想象棵樹喺水邊呢，一定吸收到足夠嘅水分，亦都有足夠嘅陽光。喺呢個環境嘅裏邊，佢唔受其他人嘅侵襲，並且呢，由於佢有咁樣嘅生長嘅環境呢，佢就能夠達至到呢枝葉茂盛，亦都呢唔怕旱年，並且結出果實。我哋有冇結出果實呢？喺生活中，我哋有冇讓天國呢能夠得到光榮，讓天國亦都臨到人間，讓人得到祝福呢？呢個就係聖經所講嘅果實。我哋今日需要呢好好準備我哋自己，被天主所用，能夠結出唔同嘅果實。今日嘅聖經最後都提及到人心呢係狡猾係欺詐，已經不可救藥啦。但係上主呢，佢能夠究察人心，考驗肺腑，依照各人所做嘅給人報酬。我自己睇呢節嘅聖經最觸動到我，同埋覺得好重要嘅呢，就係話上主呢，佢係能夠透析我哋嘅內心。如果我哋常常注意到
呢個情況呢，我諗我哋嘅生活可以幾唔同。上主原來可以透析我哋嘅內心，佢知道我哋諗嘅係乜嘢，佢都知道我哋凡事我哋所做嘅背後嘅動機係啲乜嘢。所以我需要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誠實嘅，好好嘅喺地上嚟到去生活。讓我哋一齊祈禱。天主，今日嘅聖經鼓勵我哋要常常倚靠你、信賴你，因為當我哋倚靠同信賴你嘅時候，就能夠得到你嘅祝福。呢個世間，呢個世俗嘅世界所俾到我哋嘅，絕對唔係乜嘢嘅祝福，因為呢個世界太多嘅假象，太多嘅嘢去欺騙我哋，以致到我哋睇得唔準，我哋唔能夠注意到上主呢你所做嘅，特別係你對我哋所做嘅。因為今日聖經都講到，有時我哋真係一點也不覺察，我哋唔會覺察到上主嘅幸福已經來到，我哋唔會覺察到原來天主你係一直嘅陪伴同幫助我哋。求你就讓我哋能夠重新有呢一種嘅覺察力，讓我哋睇到你喺我哋整個人生所做嘅各種嘅作為，好讓我哋咧常存一個感恩嘅心嚟到去好好咧，跟隨你，並且好好咧見證福音嘅精神。以上所求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阿們。